国际消息，咱来看最近全球发生火烧山的情形是愈来愈严重。发生森林大火的所在，除了伫咧加拿大、西班牙，也持续伫咧恶化，而且是炭烧了愈来愈快。美国华盛顿州即嘛传出已经有一个人死亡，那希腊嘛因为透风的关系，火是烧了愈猛，要拍花恐惊是真恶。 伫咧加拿大西吉罗纳，有一位就要撤离的民众，伫离开厝进前，徛伫咧悬的所在，上尾也搁翕一张相。因为等这场野火若烧散，因兜唔知影敢有法度搁保持原样。伫路下看到真侪车要离开，消防车是赶去要拍火。We're just leaving now, Jim. I got the dog and the cat. Where can we go? I don't even know. 这场野火伫咧加拿大比斯省南部城市基罗纳，换美国北边边界伫咧炭烧，当地18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。官员讲，两个大型而且速度正紧的野火已经合作火，威胁到几百栋厝。全省即马有3万人被下令撤离，另外有36000人若收到通知就要随离开。加拿大正面临着史上上严重的野火季，超过1400万公顷的土地被烧掉，面积差不多一个希腊遐大。 伫美国的华盛顿州野火自18开始炭烧，速度正紧，已经烧掉要到18900万英亩的土地。另外，当地媒体报道有190栋厝被大火烧掉，也有人不幸死亡。当局已经对附近的斯普坎社区发撤离令。 伫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内面上大的天尼利夫岛的野火，到即马也未控制掉，已经影响10座城市。为了要预防，当局疏散11个城市的居民，启用一座体育馆做避难所。这场火一开始是16西班牙上悬的泰德峰附近一个国家公园内面开始炭烧，12000人撤离。伫希腊东北部的强风和大面积的野火拢拍袂熄，8村的居民撤离。消防员讲，阵风有7级到8级。 这场野火一开始是19伫亚历山德鲁珀利斯镇东边的美利亚村开始烧，大火产生的乌烟，互人强要无法度喘气，因为看袂清楚机场高度警戒。当局伫咧海岸边传一寡船，伫必要时阵要协助撤离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。